继续来看日月潭的水位继续在落降，热门的景点高架水架烧塌变作沙坡，边仔佫形成一条的水道，有民众伫水道拿算这个徛咧高的船啊 SUP， 佫一面来观赏到高架水架，而且佫无穿救生衣，因为这是禁止活动的范围，只要一个无注意，可能就有危险。这个日月潭风管处讲，只要超过活动的范围，佫无穿救生衣，分别会当罚款上悬20万。日月潭水位降低，热门的景点高架水架烧塌，看现边有一条水路煞出现乱象。有游客拿算 SUP 入场，那里观赏高架水架无穿救生衣。那边也没有救护人员什么的，其实像海边都还会是有那个就是警告或者有人在巡逻，所以这样子去，而且看照片里面都还有小朋友，觉得这样子有点恐怖了。太扯了啦！你要水上玩是可以，你不该玩到那边去啊。民众感觉无穿救生衣真寒，这高架水架边啊，日管处有公告，以公告的范围来看，红色部分是经济部限制活动的水域，黄色部分是在从事水域游乐活动范围，大面积蓝色这地是禁止从事水域游乐行为的。这高架水架伫蓝色区域内底，所以讲是禁止水域活动，那入来遮都已经违法啦。船只在航行，那其实船很大只，它会有很多的死角，会看不到你。那潭区的水有做发电用，所以它沿岸会有一些机具是比较危险的，进去可能就会被吸走或之类的。有业者讲，因为这个高架水架烧塌的附近有大型的船只通过，加上有水力发电，若是讲算 SUP 入境无设置入去的话，有可能被加入机器内底，真危险，过防开单。加强派员的稽查。那如果有违反规定的话，是有盈利性质的话，那会处新台币5万到20万的一个罚款。日月潭风管处表示讲，只要超过活动范围，又佫无穿救生衣，分别会使罚5万到20万。呼吁咱乡亲想要体验 SUP 入场，上好是到下坡的水域，若要食有可能会防开单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